说颂赞归于你，能力归于你，我们跳舞欢呼，赞美你名，在宝座前我们尽情欢呼，颂赞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让我们一起尝主恩滋味，就知道你真美善。披上赞美衣，喜乐又满溢，忧伤尽都褪去。让我说颂赞归于你，能力归于你，我们跳舞欢呼，赞美你名，在宝座前我们尽情欢呼，颂赞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颂赞归于你，Come and see, taste and see our God. 各位弟兄姐妹，为了礼拜的安静，请大家记得手机关静音或者是飞行模式，谢谢。 and see, taste and see, our God is a good, good God. 让我说颂赞归于你，能力归于你，我们跳舞欢呼，赞美你名，在宝座前我们尽情欢呼，颂赞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赞美不停，喜乐无比。 Come and see.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哇，我看到每一个人呢，脸上都充满了非常美丽的笑容，好吗？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欢迎你一同来敬拜神。”欢迎你一同来敬拜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现在所踏之地，是神最喜爱、他赐福的地方。因着你来到这里，神他要亲自向你显现，他要告诉你，你所看到的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神为你所造的。阿们。神用他的指头造了月亮，造天。神呢，又陈设了月亮星宿在天上。有没有想到说，
原来神所创造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世人，为了你，为了我。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么的卑微，但是神竟为了你创造了一切的宇宙万物。阿们吗？前2天才刚过中秋，所以呢，我们在中秋的夜里，我们看到神他造月亮管黑夜，因为神透过月亮告诉我们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阿们吗？我们一起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来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你，来对你说话。举起我们的双手，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我们有短暂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里祷告，求圣灵亲自在你的当中。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要举行圣餐，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在神的面前，众人的面前要决志，他们要一生成为神的儿女，要来受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时刻，我们也为这个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是的，主，你的灵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你创造我们是如此的美丽，你将你的形象，将你的善良都放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能够可以爱人，因为那爱的源头是从你而来，就如同你造一切万物的美丽都是因着爱我们，也因着你爱我们，你给了我们父母亲来照顾我们。主，谢谢你，因为你就是爱。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现在要用使徒信经，我们要一同来祷告，一同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阿们。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大大的张口敬拜他，神的爱他就充满在这边。阿们吗？好吗？我们来跟旁边的你来找3个人，你跟他说，大大张口敬拜他，神的荣耀充满你。阿们。让我们一同高声唱，来赞美我们的神，来拍手。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
的主，阿们吗？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手。我们今天一起用这一首新歌来赞美我们的主。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因命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因命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我邀请大家们高举我们的双手，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再拍手。再次的掌声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转向旁边人，跟他说：“你是真实的敬拜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次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高举我们的双手，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当我们向神来祷告呼求的时候，神必定要回应我们，而且神要加倍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 ，Amen 吗？Amen。我屈膝跪在你面前，我呼求你必垂听，
心，高举我双手，我寻求你的真理。双膝跪下，谦卑祈求，愿你话语深藏在我心，高举双手，赞美飞扬，你是配的，你是配的。
生命被更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当一个人他过去不认识神，然而他听见了福音，他就来信了，并且他可以开始向这一位神来求。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人在世上的生命是有神的预定阶段的，因此在受洗的这个时刻，就是神与人一同见证你的生命从现在开始是归属于这创造宇宙天父的儿女，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我们感谢主，今天有新的生命要进到我们当中，我们带着一个极大的喜乐。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凡受洗的，今天也要来领受神为我们所立约的圣餐。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刻牧师要邀请我们一同来祷告，为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转籍进到永光教会，要跟我们成为永光家人，一起为福音而往前的，我们欢迎他们。我们也为我们今天要所领受的圣餐，为个人跟神的关系再一次的省察你自己。我们为这一切，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哈利路亚！我们来为这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主啊，你的名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因着你复活，主啊，使我们得着神你的救恩的救赎。主啊，你珍惜你的福分进入到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的当中，使他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被更新，并且主他们更加的丰富在他们里面，未来的道路他们不再孤单。主啊，你要成为他们灵魂里的神，你引导他们。今天的圣餐，祝你成为我们的帮助，再一次的在主里面来得着神你给我们的救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向你献上感谢。主，这圣餐是神你为我们定十字架的实质。主啊，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你借着圣餐，你要医治我们，也医治我们里面的破碎，也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凡一切不属神的，透过圣餐，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灵进入到我们今天受洗还有坚信里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主你引导他们。我们知道在他们的未来的每一天的生活，神你成为他们生命的那掌权的王。主，你必带领他们，你的平安，你的丰盛，你的智慧必与我们同在。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亲近神灵，跟神呼求，大声宣告，靠主的生命。举起我们的手，是我们呼求神的恩降临，看见奇迹，医治释放，生命被更新。亲近神灵，跟神呼求，大声宣告，靠主的生命。呼求恩雨降临，看见奇迹，医治释放，生命被更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谢谢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的心是觉得如此的柔软，因为你的圣灵已经进到我们当中，你运行在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的身上。所以，也许在今天，还有人他还不认识主的，他还没有预备好，可能主啊，你在他的里面有你的时间。然后主，我特别将今天站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我宣告，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你的儿女，并且是神你所喜悦的，是你掌上的明珠，是神你所
配得的，是神你所爱的器皿，都在这当中。不仅如此，也要成为这世代卓越的领袖。我们对家庭有贡献，对社会，对我们的土地都有贡献，都有帮助。因为神，你丰盛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我们一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了，跟从耶稣。耶稣对西门说：“来跟从我。”因为我们所有听到这些话的人都一起跟随耶稣。接下来交给牧师主持圣礼典。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现在也可以说快中午了，能够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这是充满神荣耀的时刻，因为我们今天举行了圣礼典。而在圣礼典当中，我们今天有成人洗礼、有坚信礼，以及转其接纳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在神与我们众人的面前来立约，要归属耶稣基督的名下，要在永光教会跟我们一起打拼，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更充满神的荣耀与祝福。阿们。所以这时候牧师要邀请今天成人洗礼的有周雨柔、金华，以及坚信礼的石雅跟蔡敏智，以及转其接纳的郑兆聪这5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到台前站立，面向着牧师。好，来 ，OK， 好，好，因为我们郑兆聪弟兄他比较不方便站立，那我们就让他可以坐那里，就比较安稳一点好了，好不好？好 ，OK， 好。题目是这里哦，哈 ，OK。
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圣礼典就是洗礼和圣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设立的。他在升天之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渴慕救恩的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招来的。”所以今天我也要对你们站在台前的这几位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罪得赦的记号以及印证，又表明你们是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所以今天你们有成人洗礼的，有坚信礼的，就是从小就已经受洗了，今天自己要公开来承认这一份的信仰。有转籍接纳的，就是从其他教会来到永光教会，愿意委身在这个大家庭，一起成长、服侍和传福音的。而今天借着这圣礼典，你们都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和永光教会的家人。所以我们这时候请你们来回答，在这神圣的时刻，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大声的一起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我相信。阿们。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是。OK， 不用跟他讲，好，没关系。好，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我愿意。阿们。这时候我们要请受洗的要来到前面就是对周雨柔来，请雨柔来跪下来。OK。周雨柔，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请金华，我们大声的说阿们哦，好。金华，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赵聪来，你，对，你来到前面来。OK， 好，来这里。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属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弟兄姐妹，请起立。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愿意委身于基督的身体永光教会。我奉靠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光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愿神恩待你们，在你们每一天当中经历他的能力，以及经历他的同在。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是恩典的时刻，因为你的救恩之门依然为我们敞开，凡愿意的就可以就近到你的跟前来，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成为得救的基督徒。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也在圣灵里面成为领受圣灵的洗，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知道我们是全然归属你的，二者不再有权柄掌管我们的思想、意念、行为，让我们全然成圣，成为你所喜悦圣洁的百姓。我们住在圣洁的国度里面，也谢谢你透过这个圣礼点，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帮助，彼此的鼓励，一起分担，让日子每一天都活在你的荣耀当中。谢谢你，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他的身心里都得着主你的保佑，也保守他们的家人，让他们一起来领受这极大的救恩跟救赎。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这几位请我们请我们的牧师跟长老，我们来握手，来欢迎接纳他们。OK， 谢谢，欢迎，感谢主，好，我们请向后转，现在我们要来颁发他们的接纳的证书，以及坚信礼的证书、名字。诗雅，你的证书。OK， 好，金华，雨柔，是的，老师来介绍一下。对，好，这位是周雨柔，你来到永光教会多久了？2-3个礼拜，2-3个礼拜，感谢主哈。好，我们来圣经，可以进行。OK， 好。所以呢，雨柔她现在要进入到我们的青少年的牧区，在这里被牧养，继续的成长。所以呢，她很幸福，那么早就能够认识这福音。所以呢，她的未来，神为你掌权，神引领你。你需要什么？需要，哇，很棒哈！好，
那我们呢，来接下来介绍我们的精华。哇，精华，我们非常的感谢主。精华，你在永光教会大概有多久的时间？3个月哈，3个月。那他也进入到我们的培育学校，在这里接受装备。他对这个信仰，对神，他有极大的渴慕，想要更多的认识了解。那他现在是在照明长老、照明小组，在那里跟弟兄姐妹一起的聚集，所以呢，他领受许多，他也愿意把他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所以他现在成为神的儿女了，也成为我们永光家人，我们一起欢迎。石雅呢，她之前小时候已经受洗了，所以今天呢是她的坚信礼。在受洗之后比较少时间有固定在教会，但是呢，神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让她能够在永光教会附近这里，所以呢，她就找到永光教会，并且在今天呢，她受洗坚信礼，她坚信这个信仰不是以前她爸爸妈妈给她的而已，而是现在是你自己的。神是你的，神是你的天赋了，阿们。所以你在谁的小组呢？我在豆豆小组。在豆豆小组哈，我们也欢迎石雅成为我们永光家人。好，大家热烈掌声。好，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哈，我们的中国笛之王是他呢小儿的洗礼，那像现在长大了，你长大了对不对？对，所以呢，这位神从父母亲的神，从母亲的神成为他自己的神，所以呢，他更成熟的迈向未来，他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也掌声欢迎我们的名字。哇，我们这一位老弟兄赵聪兄，是感谢主哈。赵聪兄呢，对他每一个礼拜都他在这栋大楼隔壁，然后他都在这里跟我们的聚会，虽然跟他没有很熟，但是我们都对他有印象，一个帅哥。谢谢。老头子了。哦，老头子没有哈，在神的里面呢，老头子呢不是老头子，你知道了，白发就是神给的荣耀，阿们。这是你的我女儿从加拿大特别回来陪伴爸爸哈，是，所以上帝祝福这个家庭，也特别祝福我们的赵聪兄，他现在转籍成为永光人了，是我们的永光家人，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永光家人。哎呀，雨柔也是我们的永光家人了，好，阿们。好，那现在呢，各小组要来献花，来，好，我们来献花。哇！哇，是凡受洗进到永光教会的家人，都是备受恩宠哈，感谢主。好，那要照相，我们等到礼拜后就可以来照相哈。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长老我们要来照相，来，长老。好，那个，请他们过来一点，可以靠过来一点。好，来，要照相，来，好，好，这边好 ，OK， 好，这边可以了，好，来，我们看前面，来，耶，好，口罩都拿下来哈。好，来看这边，看我们的照相师。OK 吗？好，再一次来，3、2、1。好 ，OK， 好，那请我们回座，再一次的热烈的掌声。来，我们慢慢的走。接下来我们要来领受圣餐。
牧师要邀请我们凡受洗的，而今天受洗的，金华还有雨柔、敏智、石雅哈，我们今天呢都可以领受圣餐。所以，凡你已经受洗的，不论你是在别的教会你受洗的，今天牧师都邀请你在这里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圣餐。主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若有人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苦楚、难处，我们觉得自己的老公、自己的家人好像没有一个可以成为我们帮助的，但是这个时刻，牧师要跟你说：不，你不是一个孤单的人，神是你最长远的一个朋友，因为他是你的神，他爱你。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劳苦、有压力、有担子的时候，主耶稣说：来到我这里，我必使你得安息，就是让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平安。主耶稣他也说，他是生命的粮，信他的必定不饿，并且主他说，来到他面前的必不渴。凡是神将你赐给了耶稣，你就是属耶稣的人。阿们。耶稣也常常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叩叩叩，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耶稣说：听见我叩门的，并且开门，我就进到你的里面，我要与你，你要与我一起同享主的宴席。今天的圣餐就是神为你预备的宴席，这是一个属灵的宴席。当我们在领受的时候，神他看见我们的心，他也透过圣餐告诉你他是真实的，他要住在你的里面，也要在你的道路上面来引导你。因此在你的里面，你可以跟主说：主啊，透过圣餐你医治我，医治我的破碎，医治我所受的伤害，也医治我的疾病。阿们吗？神主耶稣基督的爱透过圣餐要成为真实。因此主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当如此行，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所舍的，你们当如此来纪念我。接着耶稣他拿起了杯，他说：这是新约，用我的宝血与你们所立的，你们也当如此行，来纪念我。透过这饼这杯，主耶稣他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领受到耶稣基督他完全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将这饼和杯分别为圣，叫我们从原来属地的，如今我们不再属地，我们乃是属神的，是天父的，是属耶稣基督的。主啊，你将我们的生命从污秽成为圣洁，主啊，叫我们从软弱成为刚强。主，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你那永恒的爱。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圣餐，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享受耶稣基督从天父来那完全的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时刻我们请我们的长老来服侍。我们等一下拿到这2合1的圣餐的时候，拿到你手上，你就先祷告，等候牧师来引导我们，等一下来领受。
当你拿到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祷告。今天受洗的，坚信你的，你第一次领受到。我们不轻忽这圣餐，主透过圣餐，他亲自如同具象一样显现在我们当中。你看着圣餐，圣餐杯，你祷告，在这个时候，你带着极大的信心说：“主啊，借着我吃这饼，喝这杯，我知道主你就在这里，主你可以医治我，你带领我，让我从那受伤的关系当中再一次重建我，再一次恢复我。”哈利路亚！我们后面还没有领到圣餐的，可以来拿。有没有人还没有拿到的？在交易厅有没有？我们楼上的老师们都有拿到吗？等一下，按着牧师给我们的一个步骤来行。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为你们所舍的，你们当如此行，来纪念耶稣。所以现在把我们的这个圣餐呢，从最上面的薄膜把它打开，然后呢，上面呢有一小小片的这饼，我们先拿起来给我们大家拿起来给牧师看一下，我们都有拿到吗？好，后面的有没有？好。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来纪念耶稣。”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约，是用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也以如此来纪念我们的耶稣。”我们一起来领受，把我们的蓝色的慢慢的拨开，慢慢的拨开，然后我们来领受，请一起来领受。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我们都在纪念，这一切都是在表达主耶稣对我们的爱，直到他再来。把我们的这圣餐杯，把它放在你椅子的前面的架子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会后他们会来收拾。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如此大的恩典，从过去、现在、未来，你用你的恩宠在我们当中来包围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这些的罪人，我们卑微的人，却在耶稣基督你的里面享受那最大的恩宠。感谢主，当我们今天领受的时候，主啊，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也教导我们走在主你所喜悦的真理道路上，叫我们离开这世俗世界一切的败坏与罪恶，好叫主透过我们的圣餐，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乃是尊贵的。谢谢主，今天与我们
同坐席。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的圣餐就到这边。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有几位的弟兄姐妹成为我们永光人，让我们彼此如果在市场遇见的时候，也要打个招呼哈。如果不是很熟，就再问一下好不好？一回一生，二回就熟了嘛哈。所以这是既是家人，我们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可以彼此的分享因为我们越分享就越喜乐。越分担，我们的粽子就越少。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大家庭。愿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在你们当中，让永光一切的丰盛，因着你的丰盛带来更多的丰盛。阿们。这是我们确信的一件事情哈。OK， 好，因为时间不很多，但是牧师期待有一点跟大家来分享。透过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耶稣基督如何的来呼召这些门徒跟随他，并且是到他们的工作现场哦。哇，你在你的工作现场是如何呢？如果你在你的工作现场遇见的耶稣会怎么样？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哈。对所以今天牧师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否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你习以为常，而且已经习惯性的动作，你就不断的已经习惯，所以会不断重复来做，而忘了它应该呈现的一个目的跟意义没有。这个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来思考的哈。我们想在小时候的时候，一个成长的过程，有一段时间是最会发问问题的时间。你们知道是哪一段时间吗？若用年龄来说，你们会知道是哪一段时间吗？我都给你们暗示答案了哈。你们会知道是哪一段时间吗？几岁吗？几岁吗？答案都写在手上了，还怀疑大概5岁左右，对不对？你现在家里还有5岁的孩子的有没有？4岁到6岁的举手一下。不错，感谢主哈。哈利，是不是要常常对付孩子的问题？对哈，很正常啦，因为这时候他们最好奇的对大人的世界他们充满了好奇，所以他会一直发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您好烦呢，都一直要问为什么，有没有？但是你了解吗？如果孩子这段时间我们打压，我们不理会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话，对他来讲是一种折损，他好奇心的一种折损，他求真理的一种折损，很可惜哦。所以加油一下哈，对，加油一下哦。现在孩子还在这阶段的，或者将要进入这个阶段的家长们，请你把握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时期，好好的引导你的孩子，特别在信仰上，你能够帮助他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乃是因为他许许多多的为什么，你都给予他的解答，不管他听懂不懂，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要相信孩子神给他的圣灵不是幼儿的圣灵，是跟我们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既是这样，圣灵一定会帮助他，让他打好基础，那是因为你把信仰很真实的告诉他，借着他的为什么，能够让他明白你我所信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特别我们在座的很都是信主很久的哈，所以我想也要来问为什么一下。
想到了。OK， 好。玉珍姐，哦，她吓一跳。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要来礼拜？我要来敬拜主。我要来看牧师。对，他顺序讲出来了哦。第一，他要敬拜主，对不对？这是第一顺序哦，很棒哦，有没有？朝见了上帝，然后呢，第二要来看牧师，今天有没有帅没有？就是对，在信仰上，神给牧师一个教导的权柄。他借着信心顺服牧者的教导。第三，他要来看弟兄姐妹，就是透过弟兄姐妹，他把所信的、所交托的，也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对不对？来建立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分担的一个团契的关系。哇，这太棒了！所以为什么要来礼拜？第一个，玉珍姐已经告诉我们了，是怎么样？敬拜神。第二个要听真理，对不对？因为要看牧师，牧师在台上不会胡说乱语嘛，对，一定是要宣讲神的话语，他要来敬拜神，要来听神的话语，然后要分享神给他生命的一些爱，所以要来看他的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好，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他。好，我来再来找一个好了，找一个年轻的好了。右伟，你站起来好了。右伟，我好像发现你有在学爵士鼓，对不对？为什么？想要来服侍神。还有吗？你可以用爵士鼓来敬拜他，然后就是可以这是要吗 ？OK， 好，我们感谢主哈，来，哇，为什么？因为我要问他为什么他学爵士鼓嘛，对不对？他说他可以用爵士鼓来服侍神，那表示说怎么样？他现在有在服侍神了，他知道服侍神是生命当中极喜乐的一件事情。然而他现在不满足他现在的服侍，他更多的愿意用更多的、更专业的东西来服侍神，对不对？所以他学习爵士鼓需要时间吗？需要付上代价吗？需要哦，有请老师学的话，也要付上金钱，对不对？然而他为了要服侍神，他乐意付上这一切的代价，值得吗？你觉得值得吗？阿们！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是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重复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求神帮助我们，常常会思考说：为什么？我今天为什么还要来到教会？今天不是中秋节吗？烤肉完了举手一下。OK， 那还没烤肉的，有想要烤肉的举手一下。OK， 好 ，OK， 已经3年没烤肉的举手一下。跟我一样哈，感谢主啊！但是我们已经完成了3年来的那个功课，我们已经有烤肉了。对，我们都知道，这是年假的时刻。然而，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个目的跟意义在哪里。然而，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总是可以问说：主啊，我今天既来了，我要已经付上代价了。那我的为什么能够重新让我更清楚吗？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讲非常
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所述说的故事，就可以发现，耶稣基督他来到加利利湖的湖边，在那里传福音。但是很特别，今天他没有说他讲了哪一个比喻，有吗？没有讲。他讲了哪一个天国的道理，有没有讲？有没有记载？都没有，对不对？马上就直接说他讲完了。那到底讲什么？讲完了，然后讲完了，他就看见有2艘渔船在那里。那他们在洗网，他看见一艘是谁的？西门彼得的，就直接要西门彼得把船怎么样靠近，让他能够上船去，能够很近的能够来分享这真理哦。然后呢，最后他就告诉彼得说，怎么样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去打鱼。我们知道吗？这是耶稣第2次在彼得工作的现场来呼召他。他第1次呼召他以后，他又回去做他的专业。而今天耶稣来到这里，却要彼得听他的。然后我们也看见彼得非常的棒哦，他怎么回复呢？他说：“夫子，我们整夜打鱼都没有渔获，然而怎么样？但听从你的，我们就下网打鱼。”很特别，他说夫子，其实这个夫子意思就是说老师的意思。然而其实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有一个更棒的一个翻译，叫做船主。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一艘船的主权交在耶稣的手中，也把他们这一伙的在打鱼的这一伙的，也把这个主权交在耶稣的手中哦，很棒哦。我们的专业，昨天晚上我们一晚打鱼都没有收获，但是这时候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些工具跟人都交在耶稣你的手中，听从你。但听从你表示什么？表示彼得做了他过去违反他过去的想法的一个做法决定，他把这个主权交在耶稣的手中。所以我们感谢神。也许在你的生活上，你有很多你习以为常的，你觉得你已经可以运筹帷幄的，你觉得你自己可以管理的，可以掌管这一切的，哇，没问题的，我一定都没问题。然而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觉得没问题的时候，就求神让我们把这个主权再一次的确认，可以交给我们生命的主。因为彼得就是认定了，知道这一位是生命的主，所以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昨天晚上都没有了，今天不可能再有鱼。但是因为耶稣的一句话，他顺服了。顺服所带出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哇，他们捞了好多的鱼，甚至还要邀另外一艘船过来协助，所有的人帮忙。圣经记载说，他们的渔获量让2艘船都怎么样载满了，并且船几乎快要沉下去了。这个结果就求神把那丰盛的结果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这位耶稣基督的手中的时候，阿们。这是你我可以一起经历的。愿神帮助我们，在今天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刻，在他的里面，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他们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跟我们一起在奔跑这天路的路程，也让我们一起彼此的扶持，让我们像彼得一样的，能够认清这位是生命的主，而愿意把主权交给耶稣，而去经历
这一位是丰盛的神所赐福下来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你我的生命也是如此的，让我们明白，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去思考哪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也许我们信主很久了，还是有一些习以为常，想说那没关系，跟我的信仰有一点点冲突，那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觉，像彼得一样的，即便我过去的经验是怎么样，但是主说我就依从他，我就依从他。所以在生活里面，你依从谁呢？你是靠谁来做一些事情的决定呢？你是听朋友的，还是听自己所想要的，还是愿意按着真理而行，来活出一个喜乐、光明，是神所喜悦的道呢？这倒是你我可以来思考的。话说 C.S. 路易斯他有一本书，里面有写到一个预言哈，他这个预言他有写到说，小魔鬼去跟大魔鬼来说真的哈，我那个病人呐，他说的病人就是基督徒，我那个病人呐，现在说要去成为做基督徒了，哇，真的是我在他的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功夫现在怎么办呢？哇，这个大魔鬼听到小喽啰的回报他说，听到你那个病人要成为基督徒信耶稣，我心里很不爽，但是没关系的，没关系，你不可能把他救回来，没关系，就让他去。但是呢，你只要一直告诉他说，这小东西这小事没关系的，已经成为习惯了。抽烟哪有关系？赌博哪有关系？骗一骗哪有关系？都是小事，没关系啦。这个上帝不会看在眼里的，小事嘛，小罪嘛，对不对？让他继续的有这样的习惯性的，在他的信仰，在敌国里面让他的精神，让他的肉体还是被我们牵着走，那就可以了。请你记得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好了。让这个病人永远没有办法痊愈，他就有一点点的小病，我们拖着他，有一天他会回到我们的国度来，他不会在敌国里面。他说的敌国是哪一个国？上帝的国，神国。哇，他用这样的一个隐喻来表达成为基督徒的你我，是不是我们也要求神帮助，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在我们所谓的宗教行为里面，主日礼拜、小组聚会、培育学校，我们的读经、祷告，凡所有的这一些的跟信仰有关系的，每次我们所要做的时候，总是对自己说：为什么？为什么？厘清了这个价值跟目的，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越来越蒙神的喜悦。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得着这样的一个充满喜乐的日子里面，也从神的话语来彼此得到激励。OK， 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也坚定这是神所喜悦、神所祝福的教会。好，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耶稣至尊生命，荣耀全能运行，救赎恩遍及万民，以爱拥抱归回儿女，全心敬拜赞美，
天地颂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传扬福音为己任，以永光教会为荣耀，效法基督活出美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传扬福音为己任，以永光教会为荣耀，效法基督活出美好，永活的主世界的光，唯有耶稣我们珍重，永活的主世界的光，唯有耶稣我们呼求，奉你生命建立教会，成全神父流传福音，幸福被真理的释放，天地颂扬，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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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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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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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父神，我们感谢你，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的时刻。你也看重我们每一次来到你跟前，总是拥抱我们，总是靠着圣灵，借着圣灵叫我们懂得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祈求你，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时刻，不管在家里，不管在工作的合场，让我们每一次都可以遇见你。因为当我们仰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阳光依然存在，就表示神你依然掌权这宇宙万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一切交托给你的时候，我们要跟你说，主啊，我们要依从你的话语，我们要依从你而行。愿你的荣耀在我们顺服当中彰显出来，愿你的祝福也在我们顺服的道上为我们预留一切的恩典。谢谢你把我们弟兄姐妹不管健康、家庭、工作、经济、关系，所有的一切都陈列你面前，按着我们对你的信心，求你加倍祝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要奉献，奉献是回应神的爱，信心的行动。请我们用敬虔的态度、感恩的心来奉献。开始奉献。今天周报有夹圣餐奉献，有感动的弟兄姐妹，请为此奉献。弟兄姐妹，请起立。感
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请潘牧师做事工分享。非常的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呢，我们永光家人呢，又多了一些的属灵的宝宝，我们要爱他们，扶持他们。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除了家庭之外，非常重要的就是神赐给我们在地上有教会，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而教会是带领我们一直到永恒。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接轨了，也跟永生接轨。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升天的时候呢，他留下了教会在地上。所以呢，教会是地上跟天上相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总部哦。所以呢，还没有受洗的，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成为耶稣基督他的儿女，来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你永生的盼望。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我们的教会呢有许多的布道的活动，特别呢是在11月19号，我们呢所有今天在这里礼拜的，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在飞牛牧场在飞牛牧场11月19号是礼拜天，把你的时间拨出来哈。那我们的小组长邀请我们的组员，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报名参加。好，再来12月呢，我们会举办一个我们的圣诞的手作布道这次呢，我们做圣诞扩香石的手作。去年圣诞节还记得做什么手作？花礼吗？花钟非常漂亮的花钟哈。那今年呢，我们推出一个扩香石的手作，那是一个天然的精油，然后透过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然后一个人可以做2个，非常的香，也很美丽哈。好，我们也期待。那圣诞节呢是在12月的24号，我们有圣诞节的整个节目的一个欢庆哈。好，所以把这个时间给拨出来。另外来。好，那下个礼拜呢是敬老节，我们也会对我们的长者呢，这致赠礼物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一个尊荣。今天结束之后，我们的小会的长老还有长执会呢，在4楼我们要召开会议。下礼拜天10月15号我们的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临时和会就是我们要选举我们的长老还有执事。所以呢，我们这一天只有1场的礼拜，只有1场的礼拜是10点下礼拜所以呢，我们也注意一下。同样的时间，在10月15号呢，我们永光教会现在成立了协会，所以呢，那一天呢，在礼拜后要马上召开成立大会，所以呢，我们协会的会员呢都要来参与。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协会呢，申请这样的一个协会，最主要就是我们要跟社区的人有更多的一个认识接触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么棒的福音，可以分享到他们当中。好，这是我们办理协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好，另外呢我们的五班呢10月21号要开始，所以呢你的儿女呢小孩子呢都可以来参加，小学生跟国高中生都可以来参加，在礼拜6的下午。好，另外呢在下个礼拜2位牧师呢因着大直教会的邀请，要到新竹有一个专题的一个分享，那也都为牧师服侍来祷告。好，另外呢我们我们的北大呢有女宣道会要举办这个灵修会，是在花莲，所以请我们的姐妹可以来报名。那这次他们邀请我担任他们的讲师，所以呢我们的同工可以报名。有弟兄问说，那弟兄可不可以报名？这是女宣了哈，是好，所以呢欢迎姐妹来报名哈。OK， 好，那持续为诗音还有徐玉英姐妹来为他们健康来代祷，也谢谢大家常常在 RPG 里面来纪念我们身体上软弱病痛的弟兄姐妹哈。好，再来呢
这是我的哥哥，我的大哥，在这个礼拜3蒙主恩召，那下个礼拜4呢，要在屏东举行一个告别礼拜。也谢谢弟兄姐妹为牧师的家庭常常摆上祷告，感谢主哈。我的大哥他在6月份开始洗肾，那因为呢6月开始洗肾之后几次之后太痛苦了，所以呢他就决定放弃继续洗肾。但是呢医师说，如果他不洗肾呢，生命期可能只剩下3周，所以家人呢我们就相约到了我大哥的家，我们就先举办了一个生前的道别礼拜。因为只剩下3周，我们不晓得他的生命何时会结束，所以我们趁他还可以说话，然后还可以跟我们相处，他还可以走路，还可以自己骑车子出去游玩。他没有洗肾之后，好像身体还不错，还可以出去玩，所以我们就利用他还健壮的时候办一个家庭的一个感恩礼拜，让我的哥哥可以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的后代能够交代从祖先来的话。所以我们那一天的一个感恩礼拜呢，非常的棒。我们弟兄姐妹从各地来，然后呢，大家对这个长兄呢说感谢的话，对他拥抱。哥哥大哥呢，他也拥抱大家，跟大家说再见，还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状况里边。2个礼拜后就在2个礼拜后的礼拜3来蒙主恩召，就在睡眠当中就蒙主恩召。果然就像医师说的，你不洗肾就只剩下3个礼拜，果然就3个礼拜。但是我们前面做了这一段一个感恩的礼拜，我们觉得真的实在是感谢主。而且我的大哥他把我的父亲对于基督的信仰他传承下来，他也叫我们后代都要传承下来，不能够迷失，并且一定要单单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家里面从祖先传承下来的信仰，所以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交代，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也谢谢弟兄姐妹常常为牧家来祷告，上帝也祝福我们。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好，今天金华受洗，对不对？所以呢，金华现在不再是客人了，你就是主人了，永光教会的家人。所以呢，他的朋友黄斌是不是？是黄斌是住在台湾，在台湾哈。好，我们介绍葛黄斌，黄斌是，哇，是感谢主哈，特别来观礼，对不对？祝福他，哇，我们非常的欢迎黄斌哈。好，再来，也是金华的光魔团哈，刘中立，好，中立，我们也非常的欢迎你。哇，是金华受洗呢，他们心里面呢，好像他们受洗一样，非常的喜乐哈，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好，再来也是金华的朋友子竹，哇，在我们当中，是好，感谢主，子竹是从北京来的，特别来跟我们的金华与他同乐哈。好，学妹是不是？哦，金华的学妹，中学的学妹。哦。20多年前，我不觉得好像20多年前啊，因为都那么的美丽年轻哈。好，再来我们介绍也是金华的光魔团陈乾，感谢主。陈乾你是从香港来的，是子竹的朋友，也是金华的朋友，所以你们4个有彼此认识吗？所以你们今天才认识的，哇！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你知道很妙的哦。从家里面呢，弟兄姐妹出生之后就各奔前程，然后弟兄姐妹就会分散。
但是呢，神所创造的、神建造的教会，透过耶稣基督，再把大家拉拢进来了。是，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金华他的亲友团，感谢主哈！哇，你们对金华的爱，还有对他的热心，神要大大祝福你们。也许之后可能你们回到各自的工作禾场，各自的家中，上帝就带领你们，也让你们能够认识这位神。受洗了吗？4位受洗了没有？黄斌受洗了啊！是，难怪刚刚我听你唱歌的声音特别不一样，哇，非常的有能力哈！上帝也要祝福其他3位美女，也让你们在这个道路上面，就像金华一样，陈前也受洗了，哎呀，是跟金华一样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阿们！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些人还没介绍到的？都 OK， 你看看你左右邻居，你跟他说我认识你吗？好，不管认不认识，主耶稣都认识我们哈。上帝来大大祝福我们。好，那我们呢等一下新朋友，我们的迎宾团队会来接待，然后来送你们教会的礼物哈。好，那这个时刻我们先一同起立，我们彼此来热情祝福。愿我们有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好，一起来哟！耶稣爱你，看着旁边的人，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我们来向我们今天受洗的永光新家人，耶稣爱你。亲友光魔坛，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向左向右转来，向中间，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彼此对看，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再一次的掌声，真是欢迎我们的新家人。阿们，感谢主。我们的今天的新家人有谁？叫出的可以叫出名字吗？什么名？青少年的谁？好，然后呢？敏智，再来呢？石雅，再来呢？金华，再来呢？你们很棒，感谢主，我们仍然站立。请我们的牧师来祝福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无比的爱、圣灵的引导感动，让你们不管在家里、在工作、在教会、在任何的地方，都活出他的喜悦，也承受他百般的恩典，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让我住
弟兄姐妹，你们也平安，大家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好，我们受洗的后面你们要拍照，你们就可以来到前台自由来拍照。